岁！红琴红大下树，添灵灵可风树啊，可风树。向我祝万岁！向我祝万岁！拯救中心的安恶，草鸡公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万岁！八皇帝，万岁！定属皇李位一日并殿咯，每逢715，方入宫调节，并处理上殿不参王，下殿不侍王。先王正经处理瓦面金眼保调度，如今定再加之伊一方。处理上打昏君，下打无事，金眼到处如丁亲临，下旨龙恩。自从皇上登基了，最关心的就是燕郊。现在皇上下旨，命我带20万的兵马去五台山九龙国找找燕郊。哦，伯伯，安尼你就会用得放心吗？是啊，阿娘，你伫烦恼6句会叫辽兵围困，现在曹王爷要带了20万的大军前去，6句一定会互伊救倒转来啊。曹爷。你为着阮杨家的代志，又着搁辛苦你咯。嘿，这是应该。也毋过，曹爷，你若有话就直言如簧啊。另外，皇上还阁命我带一道圣旨，去五台山找到燕郊了后，要命伊直接去三关口。去三关要创什么？遐是边关重地啊！要燕郊受风啊！为国关，兵马万岁，去进的三关。多谢皇上的圣冠，老身施下上金銮。
性情你深知，既然皇上下旨意，叫伊为之一定不依。夫亲忘怀主要是，应你当前来请示，杨家人人该中义，秉承忠心啊，难改离。婆婆，你答应啊？照恁所讲，我唔答应，有甚物路用呢？多谢老太君。阿娘，那我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也毋过我嘛有一身的好武艺啊。我想要对曹王爷来去我大山找他过访。啥物？你即马伫咧讲啥物？阿娘，你答应人好唔？这阿娘，好啦，要去你就去嘛。